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看到有很多朋友评论说你们这个月嫂太辛苦了，又要照顾你们，还要帮你出镜拍视频。这里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，是月嫂提出来她要出镜的，因为像他们做这个的，基本上是做一家再接一家，就帮你们带小孩的这1-2个月当中，她要想办法接到下一家。但是我们这个月嫂之前不是出镜了几个视频吗？就有很多粉丝私信我。阿姨现在后面几家的定金都已经收到了，所以是非常感激我的，还邀请我和镜子之后去她家里玩，去盐城免费住在她家里。现在马上又有一个粉丝要来了，我们在等，就是要约一下阿姨后面的档期。请进。你好。谢谢。你们现在在哪个月子中心啊？这是2万，我的2万，抽到10万块走。10万块的，那是蛮结棍的。如果你们家不用，那我就住他们家，因为我公司的单子也回了。听了一会儿，我算是听明白了。月子中心2个月花了10万，回到家之后，父母还是需要帮手，那么就再请2个月月嫂。儿子啊，从今天开始，爸爸要教你英格兰语词。英格兰语下趟怕盗用上。Son， 你要写的。She is my wife. Mine is she husband. You are my son. Son， 听见 son？ OK， son， 来 sleep 吧。爸爸 eat lunch。今天阿姨给我们包饺子了，这是什么馅的？肉，还有蛋，还有芹菜，还有白菜。哦，综合馅。看这个包的怎么样？月嫂忙了一上午，饺子，这是菌菇番茄汤，还有昨天的鲈鱼。Later， 现在去外婆家吃个晚饭，因为过2天要和外婆一起去录节目，所以说今天商量一下，到时候唱什么。Happy， 啊，认得我了，哎呦，认得个。Happy， 啊，不，那个今天做准备啊，等辰光上节目一唱。我唱上不了。我会得帮你写个。